大家好，唔知復活節過得好唔好呢？而大家有冇做咗第一次香港人可能愛民調嘅呢一個問卷呢？咁可能大家都好心急等第一次民調嘅結果啦。咁我哋就應該都好快就會話俾大家知嗰個結果㗎啦。但係有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就係喺放假嗰段時間呢，其實已經開始咗第二次嘅民調。唔知你哋有冇去檢查翻你哋嘅電郵信箱？有冇個電郵係其實係呢一個香港可內民意研究計劃第二次嘅民調呢？咁如果真係冇嘅，你再睇一睇會唔會跌咗落呢一個垃圾郵件裏邊？麻煩你幫我查翻去。咁如果你識啲朋友其實仲未登記做呢一個香港可內愛民意研究計劃嘅，咁請佢哋咧就用以下嘅一個二維碼或者網站咧，係盡快登記，即係有心唔怕遲。總之就係希望透過民意調查，將香港人聲音話俾全世界知。多謝各位。